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呢節聖經係記載《使徒行傳》第4章12節。神話除咗耶穌以外，冇第二個嘅拯救，因為喺天下人間，神從來冇賜下另外一個名俾我哋可以靠住佢嚟到得救。耶穌係我哋唯一嘅救主，除佢之外，冇人能夠救我哋。除佢之外，冇人能夠擔當我哋嘅罪。就算連天上嘅天使，佢都冇嗰個資格嚟到做你我嘅救主，就係做罪人嘅救主。因為呢個罪人嘅救主，實在佢所付出嘅代價好大好大。除咗神嘅兒子能夠咁樣付出之外，能夠咁樣成就之外，冇一個能夠成就。原本神同人好親密，人能夠與神同行，常有來往交通，神又喜悅住喺人間。但係自從人一犯罪之後，人同神就隔開。呢個隔開好厲害，簡直係隔絕。除咗人犯罪與神隔開之外，人犯罪使人落到一個更大嘅隔絕嘅裏邊，就係死亡。呢個死亡唔單止人身體嘅死亡，而且係將來喺地獄裏邊永遠嘅死亡。死亡真係一個好厲害嘅隔絕，永遠嘅死亡就更加厲害嘅隔絕。呢啲都係因為一個原因，係人犯罪離開神，人唔要神，人寧願要魔鬼，人被定罪就係呢處。所以罪使到我哋今日人類落咗一個好悲慘嘅地步，喺我哋嘅世界充滿咗眼淚、傷心、失望、痛苦、疾病。所有呢啲咁樣嘅人所唔如意、唔中意、痛苦嘅嘢，我哋冇辦法除去，而且日來更加俾我哋睇見呢啲苦難會越嚟越多、越嚟越厲害。人間嘅慘劇真係唔係有限嘅舌頭嘴唇能夠數得完。理由好簡單，聖經都俾我哋睇見，係因為我哋越嚟同神越隔得遠，我哋越嚟越犯罪越深，我哋沉溺喺罪惡之中，我哋真係與神隔絕。當我哋落在咁低嘅裏頭，咁悲慘咁樣嘅結局嘅時候，邊一個能夠與我哋做一件事，或者話以佢嘅能力
能夠幫助我哋，使我哋能夠重新與神和好呢？將神同人中間嘅間隔除去，又有邊一個人配有能力嚟到將呢個永遠嘅死亡、地獄永遠嘅痛苦為我哋擰開？冇一個人能做，冇一個人，唯有神獨生嘅兒子。第一，佢係神嘅仔，滿有能力，同神一樣。第二，神嘅兒子耶穌冇罪，聖潔，好似神一樣。第三，唯有神嘅兒子耶穌成為人嘅身，嚟到世界過人嘅生活，但係佢唔犯罪。雖然佢遭受到好多嘅試探，但係佢勝過試探。佢有人嘅軟弱，但係佢勝過呢啲軟弱。還有神嘅兒子肯將佢嘅生命藉着死流血犧牲佢神兒子嘅生命，咁嚟到代替救贖我哋呢啲罪人，情願自己嘗死嘅味道，換一句話講，嘗罪報應嘅味道。因為死係罪嘅工價，係罪嘅報應，為我哋落到陰間，嘗咗極痛苦嘅味道。呢啲神嘅兒子唔應該嘗，因為佢係冇罪，呢啲係我哋罪人嘅份。但係神嘅兒子為我哋企喺罪人嘅地位，佢擔當晒一切你我因犯罪而帶嚟嘅厄運、咒詛、刑罰、痛苦同埋死亡。所以除咗耶穌之外，試問下有邊一個配嚟到做我哋嘅救主？又有邊一個能夠嚟到做我哋嘅救主？因為世人都犯咗罪，虧缺咗神嘅榮耀，冇一個義人，連一個都冇。我哋都係罪人，罪人點能夠幫助罪人？大家都係唔會游水跌咗落水嘅人，又點能夠幫助其他嘅人從水裏得救呢？呢個簡直唔可能。唯有嗰啲勝過水咁嘅人，唔被水所纏繞嘅，好似救生員，佢能夠將浸喺水裏邊嘅人救出嚟。我哋嘅主冇罪，所以佢配做我哋嘅救主。佢勝過一切嘅罪惡，佢唔沾染一啲嘅污穢，所以佢能夠做你我嘅救主，所以佢能夠代替你同我。因為罪嘅結果係死，為咗要解決我哋呢啲罪，佢就必須要替你替我而死，否則我哋嘅罪冇辦法了結，幾大罪都好，死就了結晒。耶穌嚟成為肉身喺世間30多年，最收尾為你為我嘅緣故釘喺十字架上，好痛苦，甚至被神丟棄，喺個樹受咒詛，受罪人所受嘅刑罰，嚟到代替你我企喺罪人嘅地位，擔當你我嘅罪。最收尾佢話成了，呢個救贖成了，呢個恩典成了。佢為我哋付出生命嘅代價，流出血做我哋嘅代價。咁樣我哋幾污穢嘅罪，我哋幾厲害嘅罪，佢都完全擔當，佢都完全赦免。還有佢從死中復生，佢勝過死亡，因為佢係神嘅兒子，佢係生命嘅主，佢不能被死所拘禁。佢咁樣死，目的就係為你為我，
所以主耶穌從死裏復活，更加證明佢係嚟到做你我嘅救主，係做你我嘅代替。因為佢咁樣死，使我哋今日藉着佢能夠有一條路通到神面前。因為主耶穌替我哋死而復活，知道我哋今日能夠重新與神和好，藉着救主在十字架代死嘅功勞。神亦揾到一條路，能夠將恩典重新俾過我哋呢啲人，就係藉着佢嘅仔耶穌基督代我哋死做救主。咁神嘅恩典重新臨到我哋能夠重新與神和好，與神同行，而且成為神嘅兒女。因為神嘅兒子將神嘅生命藉着佢嚟到賜俾過我哋，叫一切肯相信、肯接納、肯依靠佢嘅人都能夠得救。所以呢節聖經話，除咗耶穌之外，冇第二個拯救，因為喺天下人之間冇賜下第二個名，真係冇第二個名，連天使都冇，只有神嘅兒子耶穌嘅名。我哋可以靠住耶穌嘅名可以得救。所以今日你應該信靠佢，因為只有耶穌係我哋嘅救主，除佢之外冇拯救。除他以外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除他以外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除他以外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